目前台海情势紧张，国防部今仔指出，讲有19架次中共的军机出海，其中有11架次飞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咱国的西南空域。另外，有5架中共的军舰、3架公务船。最近中共东部战区在进行一段操演，国防部长郭立雄嘛指出，讲解放军目前是阁无两栖作战拍台湾的能力。嘛认为讲美国甲咱台湾有共同的利益，美国会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。台海情势严重，负责对台主战的共军东部战区最近大动作发布舰队实战化训练影片，共军租用舰、离型舰等舰队演练对海突击、舰炮射击、强化海上联合作战相关区域局势紧张。现代海战是体系的对抗，必须强化连的意识，提高部队实战能力。另外，国防部随时发布正式19架次攻击出现台海，其中11架次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国西南空域。另外，5架次强舰、3架公务船绕台，并对中共加速优混战争，甲演练拒绝组织外兵介入和外界干扰。共军敢是已经具备发台能力？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，我不认为他的能力现在已经具备这样子的两栖作战能力。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回应台积电议题时指出，中国侵台，美国也受到冲击。郭立雄讲，台湾伫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，美国未放弃印太，所以台美有共同的核心利益，会当采取共同合作，防止战争发生。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。当然，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、和平稳定。我想，我们都有一个，既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我们愿意采取一个贺主的方法。不过，郭立雄话一顿强调，以实力谋求和平，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和平。也宣布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，电脑兵推延长做14日，实兵演练也翻倍做10日。落入无清楚地带应变处理，反制中共的威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